另外来看，总统赖清德呢，今仔日是来接见由前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带来的访问团。总统表示讲，伫台湾关系法46周年的时阵，伊正感谢美国协助咱台湾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，嘛希望讲会当透过经济合作，互台美关系会当更进一步。政府也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、国防自主，接下来还会优先编列特别预算。 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3%以上，持续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，展现我们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。As I watch the efforts of your ministers and the leadership of my friend Admiral May align to your strategic approach of a whole of society defense to deliver deterrence, and the pace at which you are working is nothing short of inspiring. 这阿奎利诺是表示讲，这是伊5个月来第2届来到台湾，伊强调这台湾民主发展是对区域和平稳定是真重要的，也讲会继续来支持咱台湾。也那赖总统是表示讲，会继续来强化国防力量，甲自由民主徛共阵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甲稳定。